线上720度的赏屋服务是许多想要购物的民众在实际走访物件前的重要参考资讯。业者发现，线上赏屋资讯服务越完善，物件浏览量、预约单看量及时间成交量都能好1倍以上。而大多数买家，不管是线上赏屋还是实际走访，都会在脑海中勾勒生活在里面的画面。为了想象直接呈现在眼前，信义房屋率先业界运用 AI 技术，推出2D、3D 空间图、3D 变装2大特色服务，并且保有720度随选随看高画质影像功能，将你对家的想象完整呈现在网站上，用肉眼就能看到未来的样子。除了目前现在有的这个720度这个环场之外，其实客户有时候在看房子的时候，他很容易忽略到一些房子的一些真正价值。那我们这产品呢，也可以快速透过 AI 演算、3D 建模，所以它可以呈现这种立体图的一个空间感，所以客户可以快速看到空间的那个变装前跟变装后的差异。那其实它的好处就是说，很容易以前在找房子的时候，你会忽略这样的房子，所以你这一次呢，就可以快速看到这个房子的一个真正的内在美。那透过我们这个服务来讲的话，可以帮我们的屋主做价值，迈向更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推这个服务的一个理由。2D、3D 空间图功能以3D 视野多角度检视个别房间的相对位置，能迅速了解整体的空间概念，让消费者身临其境房屋的内部细节，快速浏览并筛选适合物件。而3D 变装功能使用 AI 人工智慧辨识房屋内位置，并且提供日式风、北欧风及后现代风3种风格的场景变装，突破房屋既有现状的限制，立即看到房屋在不同变装风格下的感觉，搭配量尺概算功能，在线上就能概知房屋内部的长、宽、高，节省找屋初期与屋主或房仲来确认的时间。目前我们的网站上这个数位智能赏屋，目前来讲，因为我们从上个月开始拍，到目前为止大概累积4000件。那我们预计在年底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网站大概有80%的物件都能够享受到刚刚我提的这个数位智能赏屋的这些全部功能。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商城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它的变化。那房屋其实是一个更高单价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认为说，房子更需要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呈现。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我希望是能够改变我们在台湾其他中介业者未来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服务的标准提升，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在网络上能够有这样更好的一些赏屋的体验。我觉得这是我们推这个案子的一个，除了满足我们的客户之外，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中介业者的水平再提高。